1985年5月10日，我对土城人教所第2摆行出 KNT 的乌路，出狱了后过13天，我80岁卡送往生，甲4大人的后事办好势。我要去公证会上班，离开民进党中央党部了后，捌任职私人公司经营地下电台、摆路边摊、卖烘番薯、病院的清洁工、保全。我的好朋友看煞我的简历，恁敢会对赖清贤董事长讲我人生太精彩了？有同款的看法无？我伫接受报道联播网董事长赖清贤的访问进前，我拢会哀声吐气，怨天尤人。比较早研究过我的歌敬重特务，犹阁充满怨愤。毋过，自从看了赖董事长的 email 回函，你的人生太精彩了后，我的人生态度即时有180度的转变。